贵州丹寨苗族有几种？丹寨苗族有8大支。第一种八寨支系，艳丽的几何图案、色彩对比是他们对美的超前时尚追逐。第二种丹都支系，也称百里苗族，因服饰背部有一块绝美神秘的白色蜡染窝头纹闻名。第三种周西支系，在丹寨南高和凯里州系的交界处，他们将唐风宋韵的盘发和远古的刺绣图案精美地传承一世。第四种锦鸡支系，他们的锦鸡造型高贵优雅，原生态风情浓郁的非遗锦鸡舞享誉世界。第五种发固支系，他们和八寨支系同源，近200年开始独树一帜，删繁去简，演化出了另外一种简约之美。第六种大唐支系，身穿7寸短裙，腰缠织锦花带，银铃银花点缀，叮叮当当，摇曳生姿。第七种雷山支系，头戴大银翅，身穿交里衣，长裙外罩一圈花飘带，这种巴拉河系的造型是苗族的经典代表形象之一。第八种雅辉支系，精美绝伦的百鸟衣，色彩搭配浓艳而不跳脱，高度对比中又互相和谐，是百鸟衣中的上乘之作。